颂钵敲不了，我们就多口播2句啊。非常感谢艺人的打赏。好啊，下面一个话题啊是这个达沃斯上啊何立峰的重磅亮相。那何立峰的这一番讲话，我看成为了很多大媒体的标题，就是世界不能再回到这个丛林规则，不能再回到丛林规则啊。那么从昨天到现在啊，有很多关于何立峰这一次达沃斯之行的重磅报道，包括很多 CEO 会和这个何立峰见面，以及贝森特和何立峰之间呢会有一场这个密会啊，非常的重要啊，毕竟是各个国家的这个掌握经济大权的人啊。感谢云水的打赏，非常感谢云水的打赏。既然没有送播啊，我们就多播报一些这些给我们打赏的非常可爱的观众啊，非常感谢云水你的打赏啊。何立峰这一次啊。可能就是抓住了现在不少人都在谈论的川普际遇期。何立峰在达沃斯抛出来一句话，就是世界不能重回丛林法则。那听起来是中国的最新价值宣言。如果再结合欧美现在这种对立的气氛，那就是何立峰在向现实喊话。尤其是现在川普把欧洲搅得这个鸡飞狗跳，关税威胁满天飞的背景之下。其实欧洲这2天本来非常紧张，担心的包括贸易战，担心的包括美国对欧洲下手。那欧盟这边，冯德莱恩在何立峰发言之前就已经在批评川普那些针对欧洲的关税想法是错误的，而且还喊欧洲要更加独立。那么在冯德莱恩之后就是何立峰走上这个演讲台。何立峰就说，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少数国家别想为了私利就搞特权，不能再做强者吃弱者的那一套。那这个就是中国把自己放在了规则和多边主义的位置之上，同时把单边施压作为了一个批评的对象。何立峰接着说现在世界变化太快，大家应该守住自由贸易。是维护多边体系，有事都用对话解决他还特意提到中美关系他说中美合作两边都能赚到，中美对抗两边都会疼痛。何立峰是希望彼此支持对方成功，听着是非常温和，对不对？那其实就在提醒不能再把经贸关系和往这个安全对抗的这条路上去拖拽了。那么外界最刺痛中国的点是什么呢？是数字，因为过去1年中国太强了中国的出口太强了，进口是相对的弱欧洲现在对中国的这个顺差是非常的敏感的。2025年中国贸易顺差是创下了纪录达到了1.2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古今未有。而中国对欧盟的顺差达到了2917亿美元涨了18%。而具体到欧洲的某些国家对德国非常夸张，顺差1年翻了108%到了254亿美元。那像欧洲工业界看到这些数字怎么可能不焦虑晚上怎么能睡得着？何立峰对于这些他也做出了回应，他说中国不追求顺差愿意不只当世界工厂，中国也想当世界市场。那很多时候不是中国不想买，而是别人不愿意卖。因为现在贸易问题越来越被安全化，像技术、产品合作呢都受到了限制，贸易经常变成安全障碍。何立峰在舞台上就说你们一边限制出口，一边又怪我们进口不够，那这个账怎么算？接着何立峰就说到了中国的内需。何立峰承认中国的平均消费水平还落后发达经济体，但是会提振内需，提高收入，扩大进口欢迎高质量的外国商品。何立峰强调中国这些年经济成绩靠的正是改革开放和创新，而不是政府补贴。这是何立峰正面回应西方对于这个补贴驱动产能倾销的一个质疑。这是何立峰在达沃斯的最新发言。那不知道何斌先生有没有关注到何立峰的这一番讲话？我觉得中国现在在国际舞台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缓称的角色，也就是说呢，讲一讲空话，讲一讲套话，
讲一讲呢核心生财的话，而不是呢扮演一个国际的现在的这种这个巨大的变革之中的一个领导者啊大家听我说，大家听我指挥，大家应该怎么样他不是这么一种姿态。所以西方把中国描述成为一个要取代美国的这么一个样子，或者跟美国对抗的样子，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都没表现出来，除了个别的那种比较战狼式的外交的胡言乱语，基本上中国的民俗性的讲话就是何立峰副总理的类似的这种讲话，他是一个给全世界一个这个避风的地方，一个稳定对冲的一个地方中国是这么一个角色，而这个角色实际上是非常的关键，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全世界的很多的消费来自于这个中国，只要中国能够保持这样一个稳定的一种姿态，那全球的经济在很大的范畴之内就有一个稳定的底盘。中国现在跟全世界150个国家左右好像是有一带一路的关系，中国跟很多的国家都是贸易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这种增加对于中国的实力和经济的调整，对于整个的国际的稳定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现在你看这个世界乱糟糟，只要中国不乱，只要中国不和美国进行对抗，基本上这个世界就稳定了一半。所以中国是以稳定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而不是一个领袖的姿态、取代的姿态，更不是去跟西方对头干的姿态也不是幸灾乐祸的姿态来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人的语言是比较平滑的，中国的表现方式是比较呆板的，中国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表述是基本上是没什么高潮的，这就是习近平的这一家政权的政府的一个基本的作风。但是它的好处就在于，正如加拿大的总理卡尼所讲的，这是一个可以预测的政府，这是一个大体上，对吧？怎么样的政府，就是翻译成白话就是不是那么乱来的一个政府所以何立峰给人的感觉不仅是他个人，而是中国政府的这样一个底色，就是稳定，就是平衡，就是不要去大的冲突，因为和平的环境是最有利于这个世界的，也是非常有利于中国的。所以中国维护的是这样一个东西，而不是中国把出一副革命家的样子、领袖的样子要成为一个新的霸主，这就是世界上的信任。否则的话，按照以前的这种历史的轨迹一个新的这个国家的崛起，它必须是有很多互助会为的行为出来。中国反而在这方面非常的收敛。好，小杨。好，感谢和平先生的点评以及补充。那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在华尔街电视以及今日华尔街也有相应的视频上线欢迎大家一步去观看。关注今年2026达沃斯何立峰的这个亮相以及何立峰的这些重磅的内容